84属鼠的。我88属龙，喊谁大姐呢？哎，那位大姐，你帮忙说句话呗。我90属马。不是，属啥不重要嘛，你先把垃圾桶放下。你给我松手！你先把垃圾桶放下。你给我先松手！放下。柔柔，赶紧让他出门！柔柔，抓住！让他出门啊！柔柔，出门呐！不可能！哎呀！没有钥匙。哎，你玩呢？哎呦，还不给我起开！你俩干嘛呢？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进来他就用哑铃砸自己的脚。我砸自己的脚，明明就是你突然间冲进了，我的手一松砸到我的脚，好吗？砸了就砸了呗。那个女人呢？啊？没有女人，她一个人在这儿健身呢。你们不是捉奸啊？大哥，捉什么奸啊？你赶快叫车送我去医院呢！你总部，那个有个业主被捉奸的时候拿哑铃砸了自己的脚。上来啊！上去啊！这我就放心了嘛。你说这一天天的，可别再降低小区的形象了嘛。呼叫，3号楼401，赶紧！哎，冷静！兄弟们，有活了，击掌！来，喝点水。不喝。这就是个误会，别往心里去啊！不往心里去，这都去脚上了。说你呢，不调查不确定，就这样冤枉一个热爱运动的人，合适吗？不是你说，注意态度。我错了。超哥，他知道错了。那你呢？我知道他错了。不是，那你们到底要干嘛呀？不干嘛，来看看你。温柔柔，自从咱俩分手，每一次你来看我，我都受伤，不是撞了车，就是从楼梯上滚下去，不是花盆砸到头，就是开水浇到腿。这次脚都废了，我求你放过我。这有事儿求你。我求求你。哎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，保你一生平平安安。最后一次。